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天气的状况。今仔日甲明仔载，北部、东北部也是湿湿凉凉的天气，有短暂雨，低温17度、18度。啊，这个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，拜六、耶诞节会吹到位，全台湾拢会真湿冷。中部以北的低温剩10度，南部嘛才12、13度，湿湿冷冷，真有耶诞节的气氛。啊，讲这波的冷空气会一路一直冷到后礼拜2，加上这个云量增加，水汽嘛来增加，包括玉山、合欢山等等的高山，拢有机会会当看到落雪。高汤头佮掺肉片，加上烧火火的高汤，敢那样看都互人嘴软擦擦的。寒天的时食安尼美食真正真享受，尤其当天的透早和暗时气温较低，把台湾的感受更较明显。各地的低温的话，大概是介于15到17度之间，最低温出现在桃园市的杨梅区，大概15.2度的低温，云量还是稍微比较偏多的。所以今天来讲的话，北台湾地区的话，还是稍微感受会比较凉一些。今仔日北部低温16到18度，高温23度，中南部和东部地区站温度嘛差真济。不过到拜六耶诞节，耶诞老先生唔来早礼物，嘛甲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袭来，而且气温会降到敢若剩10度。直到下周二清晨这段时间，都受到冷气团的影响。那加上华南雨区的一个影响之下的话，感受相当的一个湿冷。到下周二的清晨这段时间，大概是温度最低的一个时候，大概是在10度、11度上下。北部、东北部地区超过大概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中南部大概3100公尺以上的高山的话，都会有下雪的几率。敢有机会看到高山落雪，爱看水汽，佮有气温敢有够。不过会使确定的是，今年的耶诞8、6礼拜天气绝对会真寒。想要出门感受耶诞气氛，一定要会记得穿雨袖，嘛会记得炸雨伞，才会当做伙度过美好的耶诞假期。